哦，有牌有牌，嘿，真正的，我惊的，我惊的。帮我往后传。我都想要往前呢。买啊，买。但是无牌拢无机会。买啦。我另外一个在个手机啊，啊边来边去用吹无，啊然后开始上网。我要买啥？我要买 iPhone 啊，买啥？头脑还在开始描绘我的新手机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手机，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它放在厕所，瞬间感到非常失望。还校庆我要射过。还好。今年我无机会来。就看到一大堆摔倒。对啊，很多摔倒，很多摔倒的今年。你怎么最后拍走的时候不在啊？不拍打校庆啊！还有这个。去找别人了。然后就被那个啊。我想说，那个照片里面只有你不在。然后我就就他在跑的时候，你对方啊，然后他就取消资格了。好。最后一棒，我到最后一棒，他会被接力赛是。他会被干扰。那天过超开心。那边骂到底。是每年运动这个，他就那个时候，他就在那边，他就每年运动都会开。我们当然开了国中同学会哈，我拢会讲到阮国三的接力赛，因为太令人怀念了。你要不记得冯志峰的。阮国一和国二的时阵吼，拢无法度杀到第一名。我迄阵太侪班的，我迄阵男女分班，男生班吼，男生班就20几班，所以要拿到第一名不容易。而且我们那时候阮是升学班哦，所以阮专门去读册就对啦。阮班运动那做厉害，但是做厉害，我们老是拿到第二、第三，都拼不过第一。那个阮国三迄道吼，阮国三迄道，阮拄开始啊，在3名外，在第4。结果呢，我那一棒我还有拍照片哦，我那一棒哦，我追成第3，然后呢，后来报几棒追成第2，然后我们一直到最后一棒，才把第一名。别拿第一名追过去，3年追过第一名会变成第一，还变成第一。不过我那一棒实在胜之不武啦，因为跟我跑的那个，我追过去那个小我1个头以上，他的个子小我1个头以上，小你1个头。国一靠的都是腿的优势。所以那个照片看得很清楚，我要在欺负弱小一样。然后等于蔡文快打。快打哦，马上秒打哦！赛跑的时候你追过第一名，你赛跑的时候你追过第2名，你现在第几名？第2名。第1名。第2名啊！你是白痴哦！上当了，上当了！来，给你翻盘的机会。赛跑的时候你追过最后1名，你现在第几？没有啊，你追过最后1名，然后最后1名的还是最后1名。最后1名的，然后就没有了。那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无赢他1个，赢他1000呐。啊？来，会点什么？不要。小外张那个，我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和上面时间来第一个。等一下。来，那开始走的。那应该从3至3。等一下。喝一杯哦，直接喝哦。喝了没？哦，就过来，是吧？上课。咱统计一下，定为一个高低气压。课本有写一个方向，就是旋转方向。你理化耳会安培右手。
爱这嘛右手定着。所以你要知影，低气压是往上升，低压中心是上升气流，所以伊安尼说，你看起来是啥物？往里面顺啊逆？顺，逆啊，逆啦，你嘛用着手呢，高气压伊下沉吼，所以顺。咱会记着，你这是北半球，因为你住伫北半球。南半球用左手。南半球，你就记南半球倒变过来就对了。南半球倒变呢，南半球的气流嘛是头下脚上，气流会不会脑充血？会，气流会脑充血。冲你了？它就不是冲气流的，它就中风了。气流说你才倒立啦，我倒立。气流怎么倒立？也会脑。你看气流看你，说你才倒立啦，你说我倒立，不要直接讲对不对？没有啦，中立都是往地心。好，记起来哦，最开始记起来，来，今仔看两个物件，气团，高封面。这是 weather report 的，拢听过吼，气象报告拢听过吼，来。无咱今仔，我问你啊，气团封面，冷气团冷风有啥无共？大陆冷气。一个是冷气团，一个是冷风。来安怎啦？一个是气。来伊的感受会啥无共？一个很冷，一个没有那么冷。你若听着？一个没有。一个很冷，一个不冷。都会冷啊，都有冷啊，一定都冷的啊。一个比较冷，一个哪一个比较冷？那个冷气团。都很冷。冷风是有一个比较久，一个冷风没有跟其他来面状况。来啊！我来讲上大的差别啦。字不一样。冷风来吼，爱炸风。会落雨。冷气团来，袂落雨。会寒。差伫遮啦，无拢足寒啦。毋过我来讲。你讲对一下寒有差无对？有落雨，同款的温度。有落雨寒，无落雨寒。有落雨较寒。系啊，你今仔有落雨，你的体感温度至少是减10度，差10度。我记得我20当时我去大陆的北京吼。寒假去的，我伫飞机顶就甲我讲，北京当地的气温是零下。我惊死啊！阮伫台湾哪有机会拄着零下的？结果吼，落飞机，中昼到的，日头日天气，我讲这叫零下，无感觉，感觉空气。结果吼，你一看到迄个湖面到那个北海的湖面，你看那湖面结冰哈，你才确定它有零下。不过你无感觉，你讲我伫台北10几度，我就感觉寒的，因为台北冬天有落雨。我迄阵台北我食足讨厌台北天气的啊。迄冬天落雨落雨，你咪一瞬落雨了。你个落规日的毛毛细雨，你撑着雨伞哦，雨伞不会湿哦。可是你不撑伞，你的头发会湿掉哦。就是落这种雨，迄雨不是落落来，迄雨是用飘的。就是不知道雨伞要放哪里。就是地无啊就好啦，要掠雨伞无效啊。咱种感觉讲足寒的。可以穿蓑衣。是不是有点久？我暗时爱伊家教，因为我迄阵吼，我伫南部住久啊，我足讨厌戴手套、围围巾，尤其是围围巾，我感觉围围巾那要甲我锁死安尼，所以我都不习惯围围巾。我骑奥多摆去家教上课，骑半点钟吼，我也无炸手套，骑半点就来吼，买着超还是件代志。
外手吼离不开把手，动起来，冻僵了。我后来是让侧面先移开来，好佳在迄阵无人教我拆墙，啊无我像哆啦 A 梦安尼，干那样出石头，布跟剪刀都出不来。哦，好来，咱来看这两个有啥物无共吼？咱为定义来看讲，伊是安怎一个落雨，一个袂落雨。气团，来，顾名思义，就是一大团性质要想啊，那是空气，性质类似的空气。空气有什么性质？无外乎温度跟湿度嘛。伊的温度甲湿度拢差不多，啊是安怎会差不多？因为伊是一大片的土地，也是海面冰管形成足久啊，所以会形成一大性质要想的，没想是什么意思？相似的气团。我们所以咱家没想有人用，我是听没想，怎么那么烂？口音不一样。好吗？足痛快的所在，比种是大陆，比种是海洋。所以咱家附近有两种，一种是蒙古西伯利亚的大陆冷气团，伊的性质，因两个性质拄啊倒比，甲太平洋的海洋暖气团，啊。这个温暖，不，寒冷干燥。这个干热，温暖、下雨、潮湿，啊，温暖潮湿，这两种。所以，你若冬天免讲对热气团那种，大陆的，大陆冷气团，夏天我做冰海洋暖气团。所以你冬天的时阵，大陆冷气团发威，伊有可能受到气压的牵引。这个冷气团的南下经过你台湾，你就叫做啥？东北季风。气象报告也说什么来袭？冷气团来袭。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名称，叫做寒流。寒流，冷气团南下，韩国语。就是寒流来了。冷气团可以北上。来，各问一个问题：冷气团、暖气团是高压中心还是低压中心？高压。绝对是低压。高压啦。哪一个高压？两个都高压。两个都高压。你头发课本哦。你大约。你常常创对哦。有人会认为讲，一个冷一个暖，那当然一个高压一个低压。你会认为？我来讲，只要气团拢是袂落雨，既然袂落雨，表示伊是啥物？高压嘛。咱讲低压会落雨啊，因为低压是上升气流啊。所以，伊若高压就是气团，不管冷气团来、暖气团来，拢是高压。气团的中心拢是高压中心啊，这点袂记。北半球的高压中心是安怎说？高压下沉，顺还逆？顺哦，别哦，所以两个拢顺哦。这个顺时针会影响等下咱讲的季风、季风的风向，啊，咱记记的。来，咱来来讲，所以这个气团哦，来，咱台湾而家
相对方向，大陆冷气团对不对？东北，对，是这样。东北。所以冬天的时阵，大陆冷气团是伫高压中心，伊发位的时阵伊安怎说？安尼。顺时针方向对无？嘿。所以这个顺时针方向到台湾的时候，吹什么风？东北季。东北季风。所以东北季风，就是大陆冷气团来。啊，咱因为咱是东北季风的背风面啊，你若迎风面，所以冬天这迎风面基隆、宜兰的所在拢定会落风，就是安尼。迎风面会甲空气抬升，空气抬升就会凝结会落风。啊，伊翻山越岭到南部已经雨拢落了啊，空气已经干燥啊，所以倒来背风面就无风。啊，东北季风强的时阵，阮以前伫咧外岛吼无山无早的时阵，阮伫咧外岛做面时阵，冬天的时阵吼，要么阮家里楼顶吼，我们的身体就自然你知道人体风标记，我那时候还观察到人体风标记，我自己没有感觉，我家己行无感觉，我伫咧泡泡外口，看下面做咧行路，规个人拢歪的。为什么？他如果站直了，也有风吹照嘛，所以伊爱一边行路一边跳歪歪，啊，它倾斜的角度会随着当天的风力大小调整。你看伊的倾斜方向，你就知影今仔的风向；啊，你看伊的倾斜角度，你就知影今仔的风速多少。所以这叫人体风标记。来看暖气团。来，暖气团的相对位置，对点位置，安尼，标啊，系安尼。所以温啊是啥？顺安尼，小人顺哦。顺啊。拢高压吼。西南季风。啊，当然，因为咱遮太平洋，拢是太平洋啦，有人遮伫遮，有人遮伫遮啦，所以伊这风向有人时啊是西南风，有人时啊是南风啦。啊，毋管如何，西南风啊南风，咱南部遮拢是迎风面，所以咱迎风面，咱的南部的山区是安怎会夏季午后雷阵都有雷阵雨啊。咱讲的啥物雨？那个西北雨，西北会晓凉袂？在北河伫落，即仔鱼袂带某，土山兄拍落鼓，白人无，土山说天色暗，吹无路。赶紧来，火经过，最好是毋来笑路，西北雨滴滴咯。阮囝袂晓讲啊，但是无啥会晓讲台语啊，毋过即条歌。迄有人时啊，咱有咱做不准的咧，咱教台语的，结果咱家己囝拢教无好。啊，这事实啊，你有互恁爸爸妈妈教过无？无。迄袂教进。习惯。迄爱依直而教。我教过，教家己囡仔会起性地，会很不耐烦。啊，一直讲落啊。哈。一直讲落。嘿，上过激动了，知？啊，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个违反教育原则。你怎么笨啊？啊，那儿子就说啊，就遗传呗。是吗？就说考不好绝对是遗传，绝对是。啊就气死了，就气死了。所以没让搞，我也教过小孩围棋啊，我也觉得很不耐烦，后来说。你到外面去学好，你还去外面学好。啊，所以，阮姐迄个朋友嘛是台语老师，伊女儿吼咧读迄个设计，啊设计伊有一个风水学，伊风水学老师拢讲台语，伊讲台语吼，伊他的老师讲，老师你可不可以讲国语？我都听不懂。老师说，你啊上小计，你袂晓讲台语，你以后要到哪甲迄总统的当然做沟通。
伊拢唔敢讲，阮妈妈是教台语的。加带。叫转来吼，你较有动力，你用着你有动力，转来会开始学，讲妈妈教我。结果伊找头路的时阵，我来讲，迄头家真正甲考台语，会晓，当我做小白哦，我妈妈台语老师啦。哦，你台语讲得不错哎，怎么样？我妈妈台语老师啦。进你拢唔敢讲，不会讲，所以有当时你，书到用词方很少啦。你即摆小人台语也是这科目拢相像啦。你无用台语，那感觉讲老师咱都强硬填鸭叫我们背，等你用题的时阵你就知影。所以迄英语你就去到外国，要教人讲话，就像我迄阵日本交流的时阵，我迄阵做教主任，我嘛去日本交流，因会过来嘛，即嘛开始交流嘛。恁顶有拄过交流的？你们有没有遇过交流日本学过啊？没有。没过啦。太可惜了！我告诉你，几年前那个日本学生来暴动两灾。可以给他秀台。班上有那个，尤其女生可爱的日本女生在班上的别班的男生像那个苍蝇一样扑过来，那班的导师那边赶得要命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蛮可爱的日本英文老师来就晚宴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你知道我一辈子没讲过那么多英文，我把我一辈子那个我真的一辈规世人我无讲过遐多英语的啦，我以前就感觉想讲我一早拢无好学英语啊，有够悔恨的，就是要那时候才会觉得说，我英文怎么烂，还是要说学英文干什么？好来，所以那个西南季风，咱就听西南季风。所以咱台湾季风气候就是安尼形成的。北部会有东北季风，冬天的时候；南部会有西南季风，所以南部会3至5后有雷阵雨，北部为东北方会落风。好来，咱来讲封面。封面是啥？一个。两个性质无同的气团相拄会到，遇见了，在迄个相遇的地方就形成封面，如果你的冷气团，通常是冷气团和暖气团相遇，你的冷气团威力若强，内功比较强。就迄两个高手咧比拼内力的，把暖气团打得节节败退，推过去，即阵的封面就叫做冷风。你若暖气团倒变过来，伊的功力较深厚，去把冷气团闪过，把冷气团推过去了，也就是封面往冷气团的方向移动，这个叫做暖风。若两个势均力敌，比较僵持不下，这个封面叫做滞留风。所以恁会学到这3种，另外一种秋布风较复杂，是2个叶一个，这种伫高中还会学到。你听过这个名词，你知影封面有这4种，你学3种，安尼就会当啊。你知影无？所以咱来看这个图较清楚。冷风和暖风，来咱看到迄个98、99页。你看咱先来看左边这个图，倒手边这个图。冷空气，这是冷风，去送暖空气。来再冷的不管是冷的烧的，
吼，咱讲冷的啊烧的，唔管是向杀什么人，向你的骹，向你顶管，它当的脸骹嘛，冷缩热胀嘛，对不？所以冷缩热胀，冷的一定比较小。对啊，我无讲有对吧？没啊。好，冷的一定在下面，只是无共吼。你若冷风吼，你变做冷气团，去甲暖气团吐起来。啊，若暖风会变做啥物状况了解？暖风是暖气团较强，无暖气团嘛是顶管嘛，变做暖气团飞去冷气团的顶管。去甲上，也就是他去从上面压制它去推它啦。啊，如果冷风的话是冷气团从下面去缠暖气团啦。所以你按呢想，你看这两个图你就知影。来，缠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啊，缠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我画你顶管好啦，安尼较好比较。啊，那爬上去嘞，来，伊安尼画实在无好。我把它并过来，我把冷气团都放在左边，这样你们更可以感觉它的差异性。来，接叫做暖风，就是封面在这里，封面在这里，这个暖风是往这边移动，这冷风封面在这里，封面是往这边移动。咱先来看伊的图安怎标示。暖风，我们是不是说寒风刺骨？既然刺骨，它的标示就是尖尖的。就是尖尖的，蓝色尖尖的，然后它的这尖尖的方向就是指向封面移动的方向。啊，接暖风温暖，所以圆圆滚滚的，所以圆圆的，这半圆形的也是往它的方向，因为暖风是往这个方向。来，这坡度你有没有感觉不同？这个它陡对不？这图就是我讲的，它是冷空气去把暖空气缠起来。这个为什么比较平缓？因为这个是暖空气爬到冷空气上面去压制它，所以这坡度要平缓。坡度缓跟坡度陡会造成什么？因为我们说会下雨是什么原因？雨较大，落较少。有云对不？这个云是比较集中。因为坡度陡，它的云就会比较集中在小区域。这坡度缓，它的云就会比较分散。在造型上，封面同款的落雨，不过冷风的雨一两天就落煞，暖风的雨会一直落，会落几两天，比较长一点啦。伊袂像自流风安尼规礼拜，毋过伊会较长，伊可能3、5天。冷风可能1、2天，迄雨水就走啊。差别就是遮，这个坡度造成，无拢会落雨，伊拢会落雨。所以封面来时会发生啥物代志？落雨，气压会安怎？较低。气压会下降，是安怎？会落雨。足简单的，你安尼想，冷气团、暖气团拢是高压对无？所以伊的界面是啥？伊界面就是低压，相对的嘛。中心拢高压，伊的界面就是低压，所以封面过近，气压会降低再回升，因为下一个封面过近就是下一个气团过来了嘛。如果冷风过近，就表示什么？冷气团在背后来了。暖风过近，就是暖气团在背后跟着来了，跟在封面过后来了。
啊前面是冷气团，反正前面是气团，气压都是高的嘛，封面的时候气压是低的嘛，所以封面过境气压降低，但是过境之后就回升，会下雨，还有一个什么风向改变，两个拢顺时针对不？接人，你这个真好。我要这是封面，你是有点天资的。所以风向会180度转变，最后风速增强。封面会风速增强的，封面的对流旺盛，啊，封面的对流旺盛，所以来，咱用安尼想的，封面过境，咱甲我讲几个特征，降雨增加，然后气压下降，来，风向改变，风速增强，安尼，这是封面过境的特点。你讲僵持不下，滞留风，正好我们在它的上空，滞留风在我们上空啦，就形成梅雨季节。所以冷风的时候，经常发生在冬天，因为冷风表示冷气团较强，冬天的冷气团较强。暖风啊，换成是夏天，因为夏天的暖气团较强。若滞留风呢，拢换成是啥物？春天，春末夏初嘛。咱想要叫梅雨，迄个梅是啥物？梅花，是梅子的梅嘛。你嘛会讲甲翻做发霉的霉。发霉。因为落雨落足久，物件拢湿气拢生菇啊，发霉叫生菇。生香菇出来了，霉菌就像香菇，你有发现霉菌无？有啊。你有迄食物下伫冰箱下甲有够久，结果迄杀出来足水对无？五颜六色。没有那么多食物能在我家产生出来。你若无五颜六色，你就下无够久。你若下啊久的，迄彩色的。所以梅子因为长江一带嘛，梅子成熟时，不过你长江的滞留风甲来咱台湾的滞留风都无共啊，迄时间有时间差，不过台语安怎讲？什么台语？黄霜啊吼，梅雨啊，黄霜啊吼，又学到一个。好，来，咱台湾会有对种封面，你台湾冷风定听到嘛？梅雨、滞留风嘛定听到嘛？暖风敢有听过？台湾无啥物暖风。无暖风，暖风拢发生伫纬度较悬的，日本、韩国遐，因它会拄着暖风，所以咱台湾的气候会有冷风，会有滞留风。袂有。会有冷气团，暖气团嘛有啦吼，冬天冷气团，夏天暖气团，然后冬天会有冷风，春末夏初会有滞留风，但是咱肯定拄着暖风。来，上尾啊，咱来看一个气象报告。你有看过气象主播无？气象主播是有一个，有的蓝色的，有的顶管有天气图，爱给大家记，说这个封面过这个，我来讲，伊无像咱欧邦哦，你若去伊个主播台吼，你会发现一件代志，伊迄个邦吼，完全无物件，拢空白的。伊的影像是伫荧幕后置合成，所以伊意思是安尼啦。你若看讲，伊无像我欧邦伊画了讲这个冷风往这个暖风，伊若安尼看哦，它这个是没有东西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他要看哪里？
伊头前有一个 monitor， 迄个物件有它的影像啊跟合成的东西，伊爱看那个荧幕里面的自己，他才知道他的手比的位置对不对。好，安尼知啊？坐后面很好。因为我有看到一期电视节目是那个明星去当一天的主播，所以他们就是现场，否则你哪看真的气象报告你没有到现场去，你看不到这个秘密呢。好，还有我告诉你一件事，报气象要有执照，但是报新闻要不要？不用。新闻主播不用哦。你看新闻主播报迄几点钟个唔免执照，啊气象啊报5分钟尔。你无三条执照，你甲人乌白报气象吼，你会用罚钱哦，违法哦。不要一关是袂啦。来记就会罚钱哦。你没有播报气象的执照，你袂当公开播气象，不止气象哦。你嘛每当随便在发布说，我做了一个梦，明天会有地震，后来讲你就赶快有反应。我做了一个梦，做梦哦，我梦到明天，我梦到明天，这题我梦到，这题我梦到。今天就会。另外讲，我大家要教地震，时拢发生地震。老师，你下次什么时候教海啸，你要先预报一下，我要带救生圈到学校去。北当，你不能随便发布天灾气象，这都违法啊，这种违法的。但有做的法律你要注意，这公民应该拢有教啦。就像讲你今仔若去，你卖咖啡吼，你会让人讲，这个咖啡很提神，这个咖啡很勤劳，这个咖啡倒到电脑上可以湮灭证据。但是你不能跟人家说这咖啡可以治好你的心脏病，被罚钱。是呀，你要还钱啊。那如果没有心太脏病，这个他喝了就宣称疗效，违反药事法。你每当没有核准的药物，你去宣称疗效，你去卖健康食品或者卖一般食品，你宣称疗效。至于什么疗效的定义，这由主管机关去定义。二来，气象，你在气象上列了什么资料啊？来，咱看这个天气图，有等压线对无 ？HL 这高压中心、低压中心，来这数字是啥？什么1020、1022、1000。这个气压通常一个气压是4，那个梯度，你会发现讲伊4，每一格4的梯度。然后当然报温度报会落雨无，即摆拢报降雨几率啊，所以你降雨几率10，你互压着雨，你敢袂当卖气象局？袂当啊。有光还是有几率啊，安尼有够滑头。再来，103夜街，孔明街东风的故事有听过吼？有啊，势必啊。对无？迄个好。曹操率领83万大军下江南。蜀汉跟东吴合作，要对抗。那个周瑜，跟诸葛亮2个，他们曹操呢，被他们庞统断线计，用连环计把他的船逼到那连起来，被他们用火攻，但是两个用攻那个。因为会吹响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孔明就设了一个祭坛，借东风。然后果然那一天风向转变，变成东风，周瑜那边赢了。周瑜
打败曹军第一件事干什么？杀孔明。要杀孔去杀孔明。啊，因为孔明有预判到他要去杀他，哎所以有人先去救到时候孔明已经不在了，已经搭船走了。对，哎，我杀。这叫做一山不容二虎啊。他说孔明有这种本事，日后必是我东吴的大患。所以先杀掉再说。啊，结果人家比他先一步预测到。当然孔明这个故事是借东方的故事虚构，但是我们可以推说做法真的太夸张了。可能孔明有看到气象报告，当天风向会变那个，大概是安尼啊。好，大家